能唔知我係邊個，但係一講到北極企鵝男咧，你應該認識我。西環大概有幾多個街坊呢？約莫2萬人到啦。咁一星期大概會用幾多時間落區啊？你不如問我邊日冇落區啦。咁你又幫過幾多個街坊啊？冇正式統計過，不過咧可以話幫得就幫。我咧係嚟自慈雲山嘅木屋區，之後咧係住過公屋啦、居屋啦同埋私樓，所以咧我係明白到社會各階層唔同嘅需要。我律師嘅背景咧，亦都幫助到我喺議會裏邊嘅工作，令到咧我可以更加專業、更加好咁樣咧係服務到我哋嘅市民。我除咗據理力爭咧，仲會做好我嘅地區工作。我係張國軍。Lawrence，究竟有北極先，因為有企鵝先啊？定係因為你成功爭取到先有北極企鵝咧？其實自此之後咧，我哋個個都知道咧，原來北極係冇企鵝，企鵝咧喺南極嘅。我諗呢一個都係我對我哋香港常識界嘅一個小貢獻。